康比个在切动一个执行抗日，今嘛来就顾抗上，抵达康比个查了几把个时候，我问起来么嘢？同嘛我今年的第一个康比个技能，弄得经常都记得。第一个康比个查理主播做了下周从比个这样当，那么从他们那边利用零给啥些话来说这的是约了。第二个问题是话哩，那把先弄跟比个那边给啥也不是为利用来说这的是约，但我今年的那个学比弄得了记得。这不能把刚才没的那个粗皮跟差别下着，从谁这样呢？你懂就住了。眼前这空个老啥装处理，俺让了把这三皮着啥脏下着几日。下中的呢，老我你家养眼，别着若用年纪的些些，得给把康群在前面个，嘴巴了对比，点入这家庭就能差别下着几日。下中的来用四川新前男人下周张军人出去昂你把刀，四川新前把手日在在到说下个忙不去推行个。对于俺今年的头马下周长赛这有希望的了，用家对么去大注意。
该用罗西前南卡龙扎，他土街沙七军扎，该有送天西送扎，李电子牛马军扎，全部不一年内，娘穷兄于怕嘛，碰的弄个些么，直接出比老普，让的这个马屁些呢，理解给啥家不着啊？第二场的那个今天的前后他们个内容，另给啥些完的了，今年注意。只是一个夜很晚，世界触及了自然，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吐蕃的女人，很吐蕃的女人，只需要温柔，哦，此刻不需要坚强，这都是你的恩泽啊，一个伞，为什么我们还要迷恋你？为什么？世界如此的平淡，面目清晰，万物茫然。吐蕃的男人，很吐蕃的男人，此刻只需要关怀，此刻不需要风雪，这都是你的疆土啊，你的伞，为什么我们还在路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在路上，为什么？
第二个面的车话里头嘛，林巴先给呢，单独你应比主播扎西点多。给我做了一个叫呢，让个派于联系拍摄组别买浪的，虽弄改变个联系动作先个。老少主播啦，电南厂的我自己讲起热话的，了把虽弄改变个利用给啥家玻璃去一个拍摄派于我里联系联比扎西面的个就伊。手心里蜿蜒着生命的沧桑，脊梁上镌刻着男儿的梦想。血雨英雄格萨尔，你的风采撩动谁的毡房？汉子依旧把你身亡，你是灵魂呼啸的力量，你是云彩羽化的光芒，你是格萨尔，我的王，你是格萨尔，我的王。手心里蜿蜒着生命的沧桑，脊梁上镌刻着男儿的梦想。血雨英雄格萨尔，你的风采撩动谁的毡房？岁月悠扬，寂寞芬芳，青海湖眼泪冰封，多少惆怅，痴情姑娘还在为你梳妆。格萨尔，我的王，你是格萨尔，我的王，你是灵魂呼啸的力量，你是云彩羽化的光芒。格萨尔，我的王，你是格萨尔，我的王。门特的林巴先看呢，米了罗米拍一些为拉西个扎图西人多，可以我让拍一了张莫个来演。拍一配机前碰着是月别380多，忙把拍一压力解析这个用于这些偏浪的，来把电子清洁个量系统的先个。
老少中末老的南昌的俺自己将接热话打了把电子庆祝个利用的阶段这个爬玉打爬玉个原本变得草马了本呢草马是不得么样为这是变得个原因。是否还记得拉萨有多美？蓝蓝的天空，清澈的水。是否还记得拉萨有多美？灿烂的阳光和你的美。走进八廓街，遇见了阿曼拉。他喃喃细语，把岁月诉说。漫步在古城，遇见我心之神往的布达拉，我要向你倾诉，倾诉。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亲爱的朋友，让我为你唱首歌。呀，这个侬把这里个看比个起连线的连长教练员，侬把自己把突击切，俺做连线居民农家用，打草吗？这里。献上洁白的哈达。